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姐姐。哎，这个挑姨，哎，这要好好照顾一下。你弟弟长得很像林柏宏哎。谢谢，我没听过。果然是真的弟弟。我们开底黑跑哎。OK， 贵妇。你的第一句话就露馅了啦。这是你人生第一句把他讲啊。没啊，搞错。问。不是了，对啊。欠骂啥？来先开除你。有私心，这压力好大。对。我看我们千云跟千羽姐姐应该是喝很多的，啊，你可以加整罐，变成是干的就是照烧，葱爆，湿的就是鸡酒。你喊弄我糖讲冻球叫你吃了哦。对，医生演的。医生演的哦。奶哥，我还没有出生呢，该凉死。千云头都懂奖哎，要不要先抢得奖感言呢？很甜了。Hello， 各位天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所有喵力的现场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家之主，欢迎宋宝强。因为来到美丽亚导演呢，今天很特别哦，因为清一色所有的潜水仔全部都是西亚模耶，所以呢，海丽美丽的客家哈，是女生当道。哎呀，应该清一色讲俺满哦，还以为清一色吧台嘞。喂，好了，马上来分享到你美丽讲什么耶？咩係全國第一名嘅主廚分享到嘅謝玲姐。哎，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你好，你好。大家嚟分享到係李宇亮醫師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朱亮。阿亮哥好。三下來你來分享到你逢最潛水仔嘅兩姊妹來自同路分享到係千羽老千羽。歡迎。大家好。好漂亮。他們今天醬什麼？對不對？對。醬什麼？然後讓你講。藍翠兩片，形容係醬什麼？來自台夫嘅熟白姊妹李彥之、劉昭儀。很黑。哇，真的，而且我們兩組的女生呢有不同的味道。哎呦，有冇講？先讓我們看下馮姐兩個講什麼哦？來自銅鑼係冇？對。銅鑼一特別有推薦嘛？個好高好色好料嘅冇？炮戰花步道。幾多年份㗎？4年咯。1年到3年㗎哈。1年到3年。對，都過年也團期間㗎哈。cái đồng江呢，幾條路誒哈。對，很盛開的時候，就像你那個瀑布一樣。係真嘅。對，而且佢特別係沒有那個表演的平台。哦，有上次啊，我有你表演啊。買東西，對，當鬧熱了。對，那已經變成遊客的觀光景點了。當到要攬茶幾台嘅爆炒嚟看咯。阿用嘅番號，咩為菜梯帶來生意呢？我有。係啊，因為而家都沒有都做生意。等一下再來講困難一部分。哦，冇講嘅景點唔低咧，因為像瀑布的那種花劇型動這樣很好拍。對。不過藍水裡片哦，讓強向誒，台夫啊，台夫係有乜嘅好搞好食來推薦咧？我在台北嘅啦，台北有嘅楓葉葡萄。哦，楓葉葡萄。當時他太朋友小朋友向下去了，佢家唔會懂得，佢生一年帶到一年的時間，佢楓葉東獎，大家做得去了。哦，呀，他就冇咧啦。係啊，呀，他拍冇嘅，呀，他東到吃婆嘅啦。不然就約你去了，真係。好啦，所以按用講起來哦，台夫啊，因為像俺外行人呐，航班去到台夫的需求，我們但想做咧來摘草莓啦，還有其他的行程走到咧計劃一下。對，因為到台夫有特別嘅馬拉邦山是當有名誒，要目標嘅時間呢，有目標嘅景緻，最主要大家會去看個特別的楓葉步道。秋天的時候，那時候會凍獎。好，還有地地嚟講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手下抖起來，兩嘴會用粗排嘅方式，結添彩色嘅巧米老式菜，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真係兩嘴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最精彩、最神奇嘅比賽，啱時就開始咧！
好，第一关的 Q 用我来抽卡牌了。到底这个3月份的时候国师如何说？哦，看一下大家手气了。对，我等一下先来剪豆沙特夫接听玛莎，先来选，来先来派出一下代表，我们派代表。千云还是千羽？燕姿还是昭仪？都可以。燕姿。好。好啊，我千云。来。小毕业好提呀。整个丑。好来，哪一个是我们工作人的姐姐？哎，这个昭仪，哎，这要好好照顾。你弟弟长得很像林柏宏哎。谢谢，我没听过。果然是真的亲弟弟。我们都不觉得。来，好了，剪豆沙特夫准备好了。好来，剪豆沙特夫。剪刀，等一下，不会。要在偏头上，要在偏头上。好，剪刀沙特夫，剪刀沙特夫。哇！看全国冠军，没关系，又没关系，对不对？来，先站回来。那我来感觉一下，4选1哦。我听说里面有那个生的，生的，你会怕的？沙西米，你会怕的啊？生的我会怕的。好，我选这个好了，而且我是负责煮食材哎。好。那先好嘞，好，先好色哦，下好不离手。来看一下主色黑马街，哇，雨落块，刚推走最后的朋友，可以，塑胶块。来看一下配菜的部分，黑马街，油条，来米西黑马街嘞，哎，走油条。哎，其实不错啊，我觉得油条照烧。只是这个在干嘛的？没这个啦。莫，该你是就会讲，应该还讲又上的东西没被抽走，来换你们。我乱讲。真的，你乱讲。来。你都会好眼快。我们3个哈，好了，来先喽，我选哪一家？选好了哟。好，看一下风水今天做料理，主食菜。芋头签，哎，等我，芋头签很好哎，你喜欢的，我很喜欢，但是配菜很重要。皮菜黑，太黄瓜，摆盘配色，来 ，Kill me 黑马给麻辣，可以，麻辣跟芋头签做的，可以，非常搭。没有雷的料理啊，根本没有雷的。好，我们现在要右边跨，好，我们先站回来，好来，好。看起来的料主厨都会料理，还是都懂做对了哈，很懂做对了哈。今天呢，算是制作单位蛮友善的，有钱拍牙哈。好了，马上就来金行体育馆嘅挑战。两组都已经选好食材，看起来今日食材，都同好食。现在我们看到凤姐的两个奖什么诶？有信心吗？有，加油哦！启动冲诶，就发现到。对，真的拉很长。我看一下蓝翠的一片两位嘅酱什么？有信心吗？有！哇！哎，但是有更大众神吗？没有，这个是哪一家喉糖的？好，两队都已经准备好，所以很期待。事业奖什么？看到了冰料理咯。现场马上倒数3、2、1，抢开始。好，3开始。哇！哎，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某孔烟哦，2位师傅今天嘟好走情侣装，不可能。他们这件已经穿很久哦，真的？哎呀，用力太多了吧？太多了吧？因为刚刚他们2个忙快徐然后直接一直那个肩膀说：“你不要黏我了。”但是他的衣服情侣装就算了，围裙进来情侣裙。哇！这个真的第一次了，真的是。你们自己解释一下。这制作单位，哎，口罩还一样。口罩也是我们整的。我啦，2日重2嘛都可以。来。芋头切 Nike 还跑哎 ，OK， 贵妇，好举，谢谢。你的第一句话就露馅了啦。这是你人生第一把黑工啊，第2次也不算第2次啊，第3次也不算啦，我们家都没开火的。对啊。哦，你们家也是电磁炉吗？他们家有，你们家玛利亚总共几个？我们家没有玛利亚，都是老公主吗？外食，但 no boy 买。刚你用啥？你有没有都按讲啊？发生嘛事？嘿呀，做乜嘅东西按讲？什么嘅东西？跟你讲妈妈吗？哎，阿妹，我忙书忙不忙拉？不呢啊！搞混了。不，就是了，对呀。分手了。叫妈妈。我跑去做诶，跑啊，我跑啊。OK。还有厉害嘛？有哦，要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鼓励一下。但是你刚才那个动作，
有一点点太惊悚。他在测油温呐，而且他感觉是用丢的，是不是？我站在这里。那我们千云姐，你有做过料理吗？你这个问题真的好直白哦。他真的没有啦。我啦会啦，有真的吗啦，是很紧张而已啦。你们2个是亲姐妹啊？对啦，哎呀，抖这个不能吃哦。那现在我可以来师傅教一下怎么看油温。来，烹饪课开始。来，筷子。首先哈，筷子，快一点哈。有泼啊？有没有泼？有气泡啊，对，一点点。稳度上会拉啦。今天比较冷一点，所以要够顶矮嗨。以下的话，那董丽辉他们也是开店的老板娘。超강用好。好。卖色嘞？专门卖色的。你专门卖色的东西。对，卖色的，洋洋的。你要跟他弄的一样这样吧。通常要对切的，对，我切，你去炸，我切，你去炸。你会吗？你会吗？我会。好，相信我，我们来看，我会的。天宇有小孩了吗？没错，哎，那你小孩演了也太，不用那么多吧？他也不知道，是妹妹长大的哦。所以你们的那个胎凤瓜是要做散黑吗？因为他要做麻辣，我觉得应该把那个先炸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佐料放进去，用这样挺快的。我觉得你爱的应该不会做麻辣，这样好不好？我们等下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像厨师技术，你们先把给酸条辣子味全部先切厚些。好哦，好，不要烧焦哦。我跟你讲，我们等下回来会风云变色。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他小孩都长大了，小孩都长大了。好，来，你看两片下面是下风信的。哇，还好。好，我们刚刚去的是蒟蒻烙油条，我做的口味是照烧。好，你们的想法是嘛？我们想法是要先把油条放进去炸，然后蒟蒻先传烫，然后烫完之后呢，老料爆香，别香，别香。但照烧你们会做吧？会。好。燕之几多年吃啊？83，应该82。哎呦，你的眼睛有放光吗？当然中等一下，但是不是没有什么？等一下，你的真的尬是什么意思？我想听。对呀。你好好解释。有弟弟哦。他男朋友不是在那吗？那是你的男朋友。那是我的哥哥。哦，可以。手上拿狼牙棒。哥哥，这个是坏人哦。哇。燕之，你还做嘛个条路哎？某州条路。贵妇，就跟你说苗栗都贵妇啊。83年的可以某州条路。爱蒙条路。哦，刚好在。对。但是他高学历哦。我没有。你自己讲的。重冈长庚科技大学，很厉害。然后得什么系？的营养系。你看，营养系现在非常行。金总，等一下。那招你可以做哪条路嘞？他投公司做行政助理，一般行政助理。哦。管钱的。不是管钱的。公司独黑动就。而且他做行政。对啊。钱都他管的。先考一下，等一下个 UVO。你要怎么样测它的油温？这样一比就知道两边的差距。好，来看一下。我应该会先丢这个下去，然后有点冒泡泡，看它会不会炸。好，来，对，那你吃困难。用头表。可以哦。手单。所以等下水锅来做。蒟蒻烫完它会揪起来吗？不会，那个是发质。哦。要多再炸嘛。但是它切要法文是说，等下给炒咖比较会黏咪啊，会入味。而且嘛啥？我要先太服你。有私心。那压力好大。对。我看我们千云跟千羽姐姐应该是喝很多的，你可以加整罐，就变成是干的就是照烧，冲爆，湿的就是鸡酒。要多再炸嘛。但是它切要法文是说，等下给炒咖比较会黏咪啊，会入味。好，我们先过去。好，先不给你走一下。厨师天数啊，哇，我好想要帮我。是有真心在求救的感觉。有，他真的有，他真的有。好，阿姐，因为是盲音。阿季。好，来。杰玲阿姐准备好吗？等一下，让他先看一下好不好？好。给姐姐可以多一点时间吗？大概2.5秒。杀了他。不用那么多水啦。我以为他把。不用那么多秒。好，继续开始。好，我先把这个配料炒香来。哟，
葱白捞蒜头。蒜头葱白油锅还没热，我以为油锅没有看。有嘛该要注意冇啦？冇你一天到要炒香来，炒香你就落去，等下你也没有先炒。你唔完入冰啦，醋你唔完冰。等一下他们说不够辣，你们就现场表演。他们有演过一个卡通啊，麻辣椒娃。你该退有颁奖哦。嘿，豆瓣酱。调味，调味，先调味。好，是，还应该上下慢调。好，这个放赞。好呛哦。调味，你这个调一点点这个酱油。糖，哎呦，糖哦，糖。好了，对，哎，你大概用了5分32秒。没有，这个就可以丢下去。好，時間到咧，好，你等下，底下糖誒跌落嚟，底下水米落。有哎。我先吃米稀哦。好。好，我在担心他的那个。会吗？千羽姐姐。可以。可以。那这个醬嘅亮度好啦哈。左蛋带个還有啲啲水汽啊，流過來好像有水。那什麼時候放蔥花呢？最後面。Good。放蔥花一定要再和一下哦哈。好。等一下，加油咯！好 ，OK，多一點啊。好。哎呦，拍呀卡好。卡起來了。來，怎麼了？他要幫忙。卡起來。來，兩位向下講一下，來。廚師幫我。要先罵啥？我先開服你。哇，有私心。這壓力好大。對。好，繼續開始。一點點醬油。還有。照燒的靈魂是什麼？醬油、味淋、油高糖、米酒。有記得嗎？鹹甜。米酒哈。米酒。一點糖。比例就蠻建議嗎？那吃到你家唔會炒牙，會較好。我大湖人都這麼兇啊！不是，我這樣我沒有辦法幫到他，我沒有辦法幫到他，你知道嗎？味淋啊。就等佢熟哈，等熟到走嘅以後，落去你炒到走。好。落去攪兩道都可以了。這個最後嘛，對不對？個樣哈，好。攪兩下都可以了。好。 OK。安子姐。哇，好可愛啊！懂車哦。對啊。好了。等一下。你這邊等到後尾嘞。哎呦，我都酸了。那邊有在合音嗎？好，我們去倒數了哈。等一下，還是試一下味道比較好。好，謝謝。煙草馬上回是都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出來試看下鐵管哪部卡倒出料理卡斬掉咯。哦，用嘴呢倒出料理，其實剛才的料理也直接當神器耶。嘿呀，我就喜歡。好像那個第3次世界大戰。也沒。結果睇下個，哎呦，比較對做行無按熟悉嘅法吼，點都會廚師有較多做搞嘅技飛啊。係啊。睇下來試試看下風吹嘅。其實師傅聽手過後看起來很有點讓兒哦。剛師傅調的米都凍好哎，有沒有覺得很驚訝？竟然去做出來的料理，真的嚇到誒！好什麼？好食。阿靚啊，對主食有啲嘅嫌棄了。哦，加油嘅話，我會接受來參加你嘅節目哦。可以。千羽姐真用吧？可以啊，很好啊，味道很好啊，不錯。氣感有滿意，我們很滿意啊！哈。哦，真的那個醬又厲害。我吃到懂好吃，就是不會太辣，然後嘴巴就是辣辣的而已這樣子，然後味道很夠這樣子。哦，所以唔知道兩位阿姊條做用版。我會有個麻辣米頭，本地嘅芋頭前的米頭咩含強下就懂好食，安尼皮強下懂好食。好，我攬出嚟一片，真勁厲害，後生嘅醬成咪做出來已經懂好食，來。油條泡到以後，很酥哎。我凍好是蒟蒻，我冇想到蒟蒻做到安用型呢。兩位姐姐吃用吧？不錯啊，好吃。你吃到給他烤食，要人哋也烤食。當然我講係自家啲嘢烤食啦。當然啊，這個風水還是烤好，薑還是老的辣。不是因為是燕之跟昭儀做的，上海安用狗，係因為蒟蒻。做到按短的時間哦，做到入味，真的是我覺得是基本功的問題。我冇做過安尼嘅菜，平常咩唔會做，然後
第一摆做，爱吃到爱做的同学。那个同学哦，有的会出皮。嘿。哦，周瑜觉得嘞？因动检车师傅老因天数啦，给照烧的调味，因动手做，你要用的调味，就检车师傅安尼，按以后生。在这种备料上面，一定要系靠自家的功夫来做出安用的料理。那么倒在师傅运用班来家庭咧，给了看到。紧张的时间马上就会到位，阿谢林师傅抢不服输。耶！一分，然后把2个抢不服输，蓝水一分，已经冠票球。我做嘛要分风水分数，迄因为徛个今日早个玉签啊吼，蒙色咯，炒落去又吃到米稀一角，唔免个切个味道啊吼，迄你就也以为啦，佮切到嘟嘟好的形状啊。哦，真紧嘞，沙皮啦，以为佮南水的饭啊，做嘛无分分数，迄像热鸡卵，迄炒甲哈哈可能要哈硬米啦，差一滴滴啦，菜细细的啦，要装来当好食。好，2个太敷衍，係咪有私心？我冇私心。两边拢做得当好，当然我现在南吹，因为要风吹个大黄瓜可能切有烫盘一些的，虽然有硬米，但是烫盘然后清底部时间还是有一些大黄瓜水上的米丝啊。鸦片的话呢，就係夾最多有較化，嗰個油條炸到熟熟嘅，當然燜嘅醬料就一些些甜嘅，所以唔會軟軟。如果油條軟軟嘅話，口感都冇咁好，所以佢啊佢真係咬落去香香甜甜，所以較好食。所以我現在難吹，謝謝。嗰數到體育館地度呢，個個得到1分，唔過殺下來哦，睇下先休息一下，今日來看一下，你猜題嘅係林師傅帶來乜嘅好菜，我來搶睇次搞。師傅出題菜。哦，又到係林師傅嚟變料理嘅時間呢，先請問一下謝師傅帶來菜名係乜嘅？蔥爆煙雞。哎呦，這樣你睇哦。鹽睇嚟加料嘅，其實我今日係用玉米雞。好。好。你們影黑孔牙出出把4位美少女都教會的話，那太厲害了。他們回去就可以。按簡單。學菜都小解一下。哈。哦。你喺蒜頭，你喺蔥誒，哈，蔥誒。cái lá dẻo này, theo phu này hay ở phủ盤嚟帶下。哦，cái雞卵豆腐啊。係雞蛋豆腐，啊，你係cái黃豆豆醬。好，撒撒來。哦，我哋啊蔥咧，哈，我會斜刀切。卡豆。哦，卡豆切咯。所以蔥爆的關鍵是什麼呢？要煸到香，蔥咧要煸到香。有人會做蔥爆嘅料理嗎？冇。蔥爆冇應會做。最後今日來好一下。所以大家。假使想來做泰菜，有去聽我嘅款相式。我為撈蒜頭切片啊，唔切片有啊？有。大紅冇看到。炒菜冇乜嘅小步驟啦哈，你就用油下去爆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最大嘅問題。有問題嗎？有問題就問哦。你們不就煮下個本身也是比較細槍的啦哈。還用上的用去炒，我前3個嘛，是，還用上的用去炒較甜嘛。哦，這樣個底部會熟哦。會，等下去吧。哦，所以用雞腿肉。冇貴，兩個剁貴殺的啦。哦。我等下我會撈些豆醬，煸一些落去。哦。炒比香。這個是雪玲姐的秘籍。豆醬，黃豆醬，黃豆醬，加米酒。黃豆醬。去哪買？黃豆醬差不多點都有啊。哦。怎麼個有加酒嘞？用酒去炒下香啊。哦。但是董小月已經看過這個蔥爆，還有加豆腐誒。豆腐係配一下，皮下一下啦。哦，現見過嗎？哎呦，用煎呀，用炸？用煎。哦。對耶，鹽酥雞店炸了豆腐凍好選。改片煎。改片煎。那米酒不用下豆啊。我看我们千云跟千羽姐姐应该是喝很多的，啊，你可以加整罐，就变成是干的就是照烧，葱爆，湿的就是鸡酒。鸡酒。雞酒，雞酒係咩？好少用英不用葱啊。冇。雞酒冇不用葱的啦。呀，豆腐迄款，我不用買個豆腐就做得。做得。
用板豆腐没做掉，还在那还要铺盘在装饰，创的装饰用诶。不过你有米，就要吸落去啊。哎，其实你要头水冻点蛋哎，就是切葱而已，这个可以吗？千羽，千羽姐可以吗？有鸡肉哦，点这个两条架让你切好了，买的时候先切好。有皮豆香吗？有。酒香。对。酒香，哇，好久哦。来咯来咯。哇！你喊动过糖工冻球嘅历史了哦。对，倪生演的。倪生演的。倪生演的。但我还没有出生呢，该这样子，可能来到美而美呢。可以加个荷包蛋吗？没有，加蛋现在比较贵，可以缺蛋。来咯来咯。哇！箭头父母已变机啦。哦，这个要很有耐心哈。对，我们志龙很有耐心啊。所以有等下前后两没差不多哎。等下混掉敷掉粉哈。不是啊，等下安尼做的嘞。哇，其实煎的真的很漂亮。哎呀，对呀，师傅会煎啊。哎，真紧又像盖酒呢。对。你看应该痛挑。然后呢？不要焖了。就大火收汁对，大火收汁。哇，这个瓷砖工程很成功哦。瓷砖工程。来，起锅前我再呛一点点。哦，起锅了哦。嗯。这不像瓷砖吧？我倒觉得还挺像那个白板的。白板。这到因为这个锅子是比较不容易抹锅气啊，哈，抹锅气。所以假使像我卡用牙丝撸哦，嘿，这个时候就是大火就好。对，大火就让它收汁就好了。不会漏天哈。哎，不买。还能拉中吗？那这没收够干，这样子该干一点点。其实这样有一点点3杯的感觉呢。雷同啦。哇，大家爱用看过之后，转去我卡会做的哈。弄简单，有点像是这个很简单呐，生也是会要煎哦。来，完成了。葱爆腌鸡，按钮就好些喽。好，先陪你先自己种上好唔好？啊，厉害哦！哇，台上队友，台上队友。真嘅，胎死就会胎死来，现在他太起刚好 Q 下来，本来想说干杯啦吼，所以也提到有卤的，也米酒调味，也个葱爆鸡，开起来这款哦。摸嘴摸贵哦。哦，好 Q 哦！雪英姐拍特别香嘅 Q， 人个头也有皮嘅，哎呀，见当好食嘞。好嫩哦，搭地砖好食啦，搭地砖哦。哎，我冇讲法了哦，你系我俩声音学到最好食嘅概念，真的。因为唔是食过用蒙头这种爱用炒出来的葱爆，葱爆一般进去的蛋起来系葱的梅丝甜甜，但是黄豆酱佢本身的香气就炒出来，超好吃。姐姐，你的作用哎，真的好食。豆腐又嫩，也鸡肉又嫩。千羽姐作用版超好吃。然后拜托老娘摸的傻逼讲，妈妈不会煎蛋，可是妈妈会做葱爆鸡。好，真你懂真的，又有厚豆哎。哦，你觉得怎么样？做个蒙头的米冻香，嘿，冻铁片，莫说个蒙头将去做个料理。嘿，错。你要讲到这个料理吼，最擅长的就是阿两个。而家鸡肉哈，用上去炒，所以炒过以后，家个肉会咸，就唔会老。啊，个加上呢，而家米丝要用酒先去煮过，个黄头酱系香米，所以贵在当有客家的米丝，所以当好。好。也是说呢，可能本太菜好食到诶。一般老头看安样诶，有多几盘的菜啊吼，迄咩当难煮。其实唔会，师傅安样做过后，你就发现到新手也可以下厨做出台菜哦。大家看下来做，不过头前一毕业，也最背面迄讲真嘅来，养到面子的吧吼，好花了饼啊来咧，来进行最背面关挑战。料理大都西，大家顾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爭到嘅世界料理。
到底哪家嘅面试会较上瘾呢？以家之主 Q 下来大斗士咯。那最关键一关呢，听了变一下，风吹带来必备武器係乜嘢？鹹菜，鹹菜，而且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武器，係它乜嘢？背后不是板子吗？不是，要么你做诶。我妈妈切架卤诶。妈妈就是他的秘密武器。因为啊吼，刚刚拿到鸭子，啊雪玲姐就讲，哎呦，动香，不是传过去就有香诶。对呀。真係媽媽厲害，啊今日冇打送媽媽嘅食材哦，我嚟做嘢菜菜苗都冇計。鹹菜年糕卷哦，鹹菜年糕卷，好，做甜咩啊鹹咩？甜酸鹹，哦，酸甜苦味。好，這把米罐我讓本媽媽來釋放一下哈，有信心嗎？要，加油！好，加油！來看一下藍水的鴉片哦，雖然兩尾凍頭上，但聽說自己做的，對不對？係阿婆做嘅。哦，那你們可以。阿婆啊。好，你要秘密武器係乜雞？鹹冬瓜。哇！你鹹冬瓜糖講凍久嘅歷史了哦。醫生演的。醫生演的奶哥，奶哥，那我還沒有出生呢，該兩時。你30歲啦那一年。你還28歲啦，好。你不是等一下，這個音響沒啦。你才20幾歲。哎呀，28歲應該龔穎俊呢。怎麼會長這樣？等一下，哎，不管怎麼講都不對呢。哎，記得要傳回來哦，各位美女。有救咪哎，已經จิ้到救香哎。哎，雪玲姐不能看到好貨就這樣帶回去。俺老太太講，皮肉白肉是否用穿到很久，所以兩罐哦會做的好，每攞阿婆了只鹹冬瓜打餸聽，要做的料理按怎麼改？客家打拋豬抓餅。哇！兩片都用客家的料理做出變化，大家動起台哈，最尾就講哈，有信心哦。有。哦，加油加油！量最正義哦，要它的3個動態，聲量很大，看一下實力還沒 Q 按橋，馬上來都算3、2、1，這樣開始。好，馬上開始。啊 ，Andy 呢又有實錄誒，這個哈用甜板包嘅鹹菜炒嘅，一開始還沒雪玲姐有做過，然後還直接包半條。做那個玫瑰花，板條啦，有一次對酸菜板條的，對，東江那個玫瑰花，直接情人節嘛做。對啦。我剛才蛋腸糖記到的菜名哦，會想說可能會有剃頭粉嗎？為什麼？因為我想吃。找到一款呀？哎呦，有呢。哦，有。姐姐，剛勸告一下，啊，沒有用甜板包嘿。在這邊呢，甜板豆芽片。我會過一層嘅偏西皮黑嘛。對。好讚哦！而且你有用嘅泰式酸辣醬嘛？有。唔係講係冇接送做菜，應該會按會切。哎呀，係會切，唔會炒。哦。咁夾出菜係用嘅萬人飯面咧，樣用嘅咧。就像就講，點啊？哎呀，就以前沒有食到嘅樣呢。有一種那個冰淇淋麵啊，包花生粉啊，然後包香菜啊，冰淇淋對。那我就想說啊，把這個創意拿來說啊，用這樣子來做一個 idea，給它改變一下方式，這樣子。而且都在想到用扁食皮來包，其實很聰明，代表其實他們本身應該是會做菜的。要甜板吼，就每年過年都會有啊，喺咪大家都要，哎呀就特別存下來，過喺咪哎呀就農忙節啊，家下呀，以前頭擺喺咪就愛用動物安尼做點心本人食安尼啊。咱nhà cái演習係自家種的嘛？哎，對呀，咩係我媽媽自家種的。媽媽，哦，真有感謝媽媽，今日係養的吧？種김我本媽媽要用的。有好一下。我係我本我媽媽。係啊，我加碼呢。好，咁而家就先。摸下一下，打個對啊哈！好，哇，真的在煎呢！不可能來到美而美呢。可以加個荷包蛋嗎？沒有，加蛋應該比較貴，對，缺蛋。你都有煎個蔥油餅。等一下哦。這樣嗎？對啊，我看人家都會用2個，對啊，對不對？那還有鬆鬆的感覺。對，一本身動作餐啊。營養師應該是知道的。
对。哎，咩蛋强机系营养师哦，佮两位都系营养师。你两位都是营养师，营养毕业。啊，佮后来冇营养师毕业冇不一定去考的都营养。那你们平常都吃什么？我们平常昨天晚上鸡麦当劳。昨天晚上不是还没煮的饭。哦。跟着营养师吃就不会错了嘛。我有芥蓝酱哈，真的煎得很漂亮。最近平常时有煮菜哦。懂少，因为妈妈会煮好。所以你两三今年用会想到，ham冬瓜走到那里走打抛猪，这个它的连结很有慢想到妈妈平常只有煮，对，就感觉想到要。可是ham冬瓜那里煮打抛猪，你应该全台第一人因为我们俺没提110，俺没提110，他想说我们是绕到白老鼠呢。你们平常是妈妈煮董后生。所以这个ham冬瓜也得可能是冻ham，因为跟他讲20年。不可能加一块。不可能吧？不可能。那得有泡过水，经过一模安哈。泡过水。那20年的灵魂就没了。用3点钟。啊。我记得懂咸嘿，因为他有在家里有练过了，他应该就知道这个味道。ham汤哦，他就。但是你刚刚讲你剃都炒了。对有啦，从不有啦。有啦。有练过。捏一把冷汗。有。大胡哥哥会担心。真你头都懂奖要不要先想得奖感言呢？你们两个这么会做菜，都有男朋友了吗？没有，都没有。那他有准你讲吗？有啦，他有准我讲。好，我们先勾一。太湖给你演出来。加油！很凶哦。我炒到洞头哦。哇，姐姐，你刚刚第一关是留10手是不是？不相信你第一次做菜我真的不会做菜。我每就很看屁哦。但是这一道菜怎么个又给炒糜嘞？那是我们要摆盘用的。你不知道我们苗栗人冰箱对，我们大湖的草莓那么有名气。草莓大富翁。娘皮了。对，一堆烫，4堆耶，卷会，它就是不好卷呐。那你为什么不用板挑嘞？板挑那不好，那会断啊，不好用。你有看雪玲姐那一集是吗？那真是开花了。没有开花了。演习也很赞啊，你知我有小咪？你的个剃头粉啊，有老痛吗？有，他挑喉尾啦哈。对。老公会再次爱上你。没，老公本来是动爱机。对啊，而且他们两个，刚刚他坐我旁边，他说我的老公都没有让我做任何家事。哇，不可能晒成这样子吧？真的。所以等一下爆喉剧还有那一波。不要马上放，做在先不用下来嘞。用一用再下来。就好像差不多了哟。好喽，来喽。这就抢糖果呢。好像可以哦。你破过去后会不会变态吗？它有点会膨胀，然后它会变成酥的。好了，姐姐要该样碰菇了哈。也会破几球。有2色就好对，有2色就好哈。固定哦。等下会变哦哈。好，来款乱吹。好。哇，这感觉很好吃怎么突然变安静？空气空气怎么了吗？没有。俺用问候你啦，你讲嘅ham冬瓜係阿婆嘅，係嘛？係。那阿婆用ham冬瓜做料理，它有影響嗎？是不是？炒飯唔是嚟嘅。當初咩乜整對，整用眼啊。但是我想講，因為阿婆20年前愛用做一瓮的孔头跟面冲仔，但是你们现在一直这样用。跟石油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当年不会都行的呀。我跟你真1號。现在才意识到是吧？阿婆很脆，真1號，他真1號很內差。要麼該朋友。哦，你们2個這麼會做菜，都有男朋友了嗎？沒有，都沒有，都沒有。那他有准你講嗎？有啦，有，他有准我講。谁母胎单身？自己举手。你呀？
不可能嘞！怎么会被爆料你的料一定是你弟弟，一定有露台一定是你还露台，一定是感情动头啦。一起长大，穷哈胎啊！嘿，穷哈胎，一起读书吗？没有哎，一起洗澡吗？幼稚园没有哎，真嘅，穷哈衰梦没有，穷哈衰梦没有，感情都好。你要先装，其实哦，要吃下饺饭没做的呢。嘿呐，那个葱啊，可以葱的，因为那个要摆在上面。那个葱啊，我们想要给摆盘的啦。你按用准皮葱油饼，莫准皮卵前面拱过去呢。他如果再加个蛋皮，会更加丰富。那你自己不我们是说怕那个蛋太湿，会让这个抓饼就没有办法酥。好，那就包起来，给它给我切就好了哈。加油加油！好，炸得很漂亮哎。呢，真姐姐，你们第一关还够做吗？给啦。先给头都懂奖哎，要不要先想得奖感言呢？安家了。我觉得还好哈，有制作单位给我们这种机会，让我们发挥我们的创意。这一汉人进攻感言的，你看。不是感言啦，不是感言啦，真的。没啊，有没有要来比赛啊？蛮你想要来的，就投稿啊，投稿啊，好玩呐。就觉得奖品不错。是都好。我是在参加，没有说一定要得奖。我们说说而已，因为我们赢的奖金要给妈妈。哦，对的了。我友好一下。哎呀，哇，好漂亮。快哦。差不多了哈。有一个废了。废了。好，那你的你都算喽哈。哦，加油哦。慢慢做。好。现场马上可是都算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出嚟試試看啊！最背面一關咯，你冇卡卡針到咧。好呀，兩次村呢可以來10分享顏色吼，先最風趣嘅，你看下來試試看啊咯。哇！來，等不及了，等不及了。有種串燙菜呢。真的，青沙皮串燙的點心哈。哎呦。佢啲味道都了。我念住乜咧？咁佢常常啲市場就提供好多種蔬菜，蛋糕呢加牛菜絲嘅酸辣醬吼，這個看唔呢個，而且夾個米通呢當有錢吃哦。最主要係媽媽嘅鹹菜、畫龍點睛，真嘅是很好吃。說真的，這道菜是誰高人指點？自己想的，懂厲害呀！氣感有滿意嗎？有，好哦。看不出來他們兩位這麼厲害呢。看不出來很厲害耶！哎呀，第一關都睇做馬雞咯。你知道激動腔嘅冇上過鹹菜流嘅甜飯，用啥做嘅暗甘米，係啊，我知道仲好食，動腔。啊，你喊春一半，你強啊強咗。唔家下咩講動好食，用春一半哦。我這個東西我溜到頂下去。啱咩？燕子，你覺得咧？你知道糯米炸到酥酥，啊甜粉軟軟，啊甜甜，啊鹹甜都好食。口感的部分，佢都未做到凍好。好，不過攬出嚟一片咪唔會燒煙咯。你睇這個鹹冬瓜嘅大泡豬，一個你食佢。阿婆嘅鹹冬瓜吼。哦，家下同講嘅唔嘅鹹冬瓜吼，不過佢都做出來以後鹹淡都好，非常好食。啊，除咗夾嘅鹹冬瓜吼，仲加分。冇食過阿牛嘅大泡豬啊？很會哦，啲好食，好厲害啊！好吃哦，姐姐很認真品嘗。哎呀，非常哦 no 哈，厲害呢！自己講一下，幫自己拉分。耶，唔叫我會講呢。我覺得懂後生呢，謙虛也是要加分的啊，他們一沒來加分。唔叫我會講。梁祝景英做得非常厲害，我自己係咪5點馬上會讓？等下就看一下是否能夠買到給聽咯。緊張的時間馬上就會到誒，現在請阿謝林師傅搶本輸，白頭髮，耶！好，唔怕，等下看一下啊，2個搶本輸，哇，搶手，謝林師傅搶公平，兩喙真言今日難分難捨啊，我唔知要本哪一片好啊，兩喙煮來煮當好食，不過南喙我吃到你用蔥油餅不如用蛋餅皮來捲會比較好看。哦。
蛋饼皮咸会较好食。哦，你还蛋饼皮很软，你葱油饼还让它会很硬，试看看。好，真人讲用蛋饼皮来煎靓肉会好食，安生参考看看呐。好，看吃哦，你怎用办？当初那个唔会做偏盐的呀，偏盐的啦，当一天师傅级的，两片就长得当好食。好，把阿亮哥咧本大家建议一下。俺同样想法，两片拢做了是否后很难评分呐。所以但是俺风吹那边有些建议，也包个馄饨皮，可能馄饨皮不用烫就要烫早一样的哈，也可以喷一些水。再喂一些嗰種嘅太白粉，但係太白粉一地瓜粉弄做的一炸，可能就會冇硬，或者水再裝一些地瓜粉一炸，就唔會硬死啊！所以我會選擇冷吹。冷吹那邊做得當好，但是我咪一直建議哦，因為鹹冬瓜破硬好嘅冬瓜唔可以洗過，唔可以煎過水。但是呢，咁樣嚟講呢，我都較要得嘅，嗰個人量喺平常嘅一般。安尼去炒的话，阿婆嘅鹹冬瓜香味就會較出來。好，謝謝。上建議。成件都已經出來嘅，沒有你什麼人呢？竟然會做出香港嘅一種甜皮啊呢！馬上就要頒獎嘍！今日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嘅，兩隊都會得到2分，先來恭喜風吹得到1000元嘅加菜金。恭喜！恭喜！好，看下攬出嚟一塊咩係2500Q 嘅加菜金，恭喜你係大票命哦！既然你千羽老千云姐姐要给他讲志在参加，但是不一样，其實佢都沒懂認真準備，而且呢，你看 T8參加了啲節目大頭名呢。T1名呢，來3批下老太長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心得好冇？本來就按你期備哈來參加按你節目，讓我們也有以後再有勇氣說進入廚房以後可以這個行個進步來學習來煮來為大家食。變到還較有信心沒錯冇？對。按有那辦法，當你就做得你做下咯。可以啊，有按你期備就做得啦。千羽姐姐老太家分享一下。對於我來講，嗬，我唔識煮菜，唔可以入廚房煮嘅嘢，嗬，來參加一個節目，嗬，當歡喜。感謝製作單位幫我哋有安尼機會，嗬，來學習，嗬，一擺再去，以後我會多入廚房變色，太開心。阿姊馬上吐槽啊！看你把過來聊好冇？好啊，過來請阿姊妹講下來安尼。好啊，恭喜！謝謝。今日你家節目吼又揭發吼兩位阿姐對煮菜興趣。有個好消息就是他們家廚房終於會有油煙了。我是挺強力的。咁問一下你兩位，咪按到阿姐啦，就是兩位將士們做得吼。做得。好，今天參加就嘛感想咧，讓大家分享。好緊張哦！好緊張，因為讓我去安用心呢，真的很開心可以來參加，然後有一種不同的體驗，這樣。你根本有拿出個阿婆嘅鹹冬瓜，你覺得你有沒有把它表現得，不阿婆都起到凍沙皮啊用？有哈，好，行白行我來哦。好，啊，等下賴再交換是不是？不准。恭喜。好，找伊來讓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參加感想。同歡喜來呀嘅節目，亦係燕子嘅邀請啊，嘅將我來呀嘅節目。你為人老太係到你一片做。佢講佢仲喺來超藝來，係啊，佢仲係叫下來。所以跟你弟完全沒關係。有啦，也有啦，也係因為佢將我來呀節目。一等份啊！今日就好多東西嗎？有啊，好多嘅師傅嘅菜，所以做嚟去甲試看咧，係啊。好，十分感謝你睇起來 Q 下來都有特別嘅參與，香港呢，你咪東方人睇起來，就算來個誒，咩做得過來，親人嘅好朋友啊、姊妹啊、爸爸媽媽 Q 下來都有特別嘅，做料理就要用神氣啦，而且呢，睇起來 Q 下是靠後生嘅，故所呢多多練習，你會發現就會越來越有信心咯。係啊，歡迎大家強下來感受一下，來搞一下。依家自助等等你聽下來都有特別分享飲冇卡嘅好美食，順沙係咩來增進人嘅廚藝哦，下禮拜再見，拜拜。